根据着内政部的统计，摕到台湾身份证的新住民人口已经超过65万人，其中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就占1/5。为着要了解民众，互民众来了解到这越南的历史文化，嘉义故宫南院2022故宫亚洲艺术节就以越南做主题，用文化体验越南雅典、嘉义文典演等等为内容，要小连续办活动1个月。台顶建造越南传统乐器。嘉义故宫南面2022年亚洲艺术节起稿，即届以越南做主题，唔但有越南的历史文物，还有文化体验、艺术表演，让民众更加认识越南这个国家。在东南亚国家的收藏里面，最有特色，数量也最多，然后品质也最好的，应该是越南的文物。我们这一次都把它尽量的拿出来展出的。越南各方面的文化，包括文物、艺术表演、这个电影播放、专题讲座、书画展示等等，都比较齐全了。连续1个月文化艺术活动，故宫南面表示，只要是越南的新住民家庭或者移工家伫台湾的越南学生，伫艺术节期间凭证件就会当免费入来看展览。非常有意义啊！那很难得在台湾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母国的一些古物，这些古物非常珍贵。Nay chị mặc áo dài em mặc áo dài em có cảm giác như em đang ở Việt Nam vậy. 对呀，我们都穿着自己国家的服装，都觉得好像我们也是好像在越南，风景那么漂亮。故宫南面指出，今年是台湾甲越南互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第30年。台湾产业移工内底，嘛是越南人上多。希望透过这个艺术节，唔但互台湾人认识越南的文化，嘛互台湾的新住民朋友会当有机会行入来故宫南面参观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